1995年，我写一首歌，是在讲我从第一次去台北，从台北车站坐计程车去西门町，结果计程车的司机跟我收了400块。那是我18岁的时候的事情。后来我20几岁的时候写了《流浪记》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一直想起这件事，然后一直有一种怀恨在心的感觉。觉得你也有这样的经验过，你被骗过？觉得让它尝尝。